花莲的水灾到即马3个月，今仔灾民真受气，咧带物件，来看因咧带啥物？咱详细来看哦，因咧带的是相片。啥物人的相片呢？包括市政委啊、银行部分区啊、甲光复乡的乡长啊，伊认为啊，这个水灾到即马，花莲县政府刀片责任嘛，因这灾民非常不满，抗议的现场，所以才将因的相片啊，用图来甲带落去啊。 灾民围伫咧土的边仔，有人用手，有人摕沙抽，甲一张搁一张的相片抬起来，来讨棒累积真久的怨气。但是如果你有良心，你会出来。放台的相片是因花莲县长市政委、立委鲍坤基、郑添财，还有光复乡的乡长林清水。我们11号来澄清的时候，只有你没有来。光复乡乡长林清水，你对得起那些？ 你认识的乡亲吗？规北都会爱政府面对，因是花莲马大安区邦山乌叶楼的受灾户，今仔日举办真正记者会，指控政府灾后闪避责任，特别炸大量的沙土伫咧花莲县会门口抗议，敢若5万官员会当将心比心。现场组织超过40个少年人徛出来替心爱家园出力，伊嘛提出3大诉求，除了要求县府编列中建医生的专款，嘛希望灾民会当有家己的决策性。 国家要求未来所有说明会等等，都应该公开，受到监督。我们的乡亲跟一直支持我们的民间的力量。 提麦句讲出心内感谢，发言人忍袂住说流目屎，带乡亲做伙徛出来，就是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心声。这有关重建委员会的部分，我们县府已经在上周启动重建经费的部分，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法令规定来为乡亲争取最大的权益。重建家园的路也阁真长，灾民敢若5万县府会当斗3工，伫咧这上困难的路里，互因上界实在的支持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